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咱搁做伙来组织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，咱也点起这支蜡烛火，代表的是欢喜。就亲像腓立比书第4章所描述的，基督徒的欢喜是伫死亡的所在，也会当看到生命。好，这叫做基督徒的欢喜啊！死亡的所在，看到生命；艰苦的所在，痛苦的所在，看到毋茫。所以这叫做基督徒的欢喜。所以真冷的手嘛，需要温暖的双手。所以，请咱甲附近的兄弟姊妹，虽然咱真冷的手，总是有另外一支温暖的手，会当互咱得到温暖，安尼上好。所以，请甲附近的兄弟姊妹。手甲伊讲，真欢喜，甲你做伙做礼拜，愿上帝恩典甲你做伙伫地。假使来当手是上好，会当握到迄支温暖的手，迄双温暖的手会当帮助咱更较温暖。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温暖入伫阮的心。帮助阮真正听见上帝你的话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创世纪45章第1节，就一开始就咱描述安尼的记载，咱做伙来读看卖啊！做伙来读来。约瑟忍袂牢，对遐个伫伊身边服侍的人话讲：恁拢出去。约瑟对伊的兄弟表白身份的时，无别人在场。约瑟表明身份这句话，原文应该翻译做，应该读做约瑟互伊的兄弟认出伊的时。犹大伊的兄哥，伊的第3兄哥的请求，互约瑟我都。挡袂牢的感受，情感一困就撑起来。所以创世纪45章第2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。伊出声大哭，埃及人听见消息嘛传到埃及王的王宫。所以咱就知影，迄个哭声既然会透过厝传到另外一间房间。咱安尼，咱就知影迄个哭声偌了解吼。这个描述是安尼吼，迄个哭是哭甲迄隔壁迄间厝啊，拢听有呢。虽然约瑟无想要互帝国埃及这个国家知影这样代志，总是也是传出去，因为挡袂牢，哭伤厉害啊。总是约瑟这时。来表白伊的身份，是为着这个家，毋是为着这个国家，毋是为着这个帝国。创世纪45章第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我是约瑟，我的老爸枵永无。”伊的兄弟拢惊甲硬去，毋知要安怎应伊。所以，咱伫遮见证，也是读到约瑟表白身份的迄个时，就是迄位早互人认定已经死的人哇，一个已经想讲，迄个人都无可能伫地活起来。然后咧，伊的梦变做事实，莫怪即群兄弟第一个反应叫做。硬气，台湾话讲硬气，硬气，无法连讲话拢讲袂出来。所以约瑟会表明伊的身份，也是即群兄弟爱重新来定义因所面对的情势时，因为对现在开始，因爱甲即位妖活的，总是心思真复杂，有。掌管因生死关系
的约瑟做三角斗阵，无共款哦，甲国仔迄个约瑟无共款啦。所以，即群兄弟的反应，甲福音书咧描述，一群门徒发现耶稣国外的时阵，真类似。因为马可福音16章第80段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惊甲皮皮喘，毋知要安怎，就对亡人出来，直直走。我相信即群兄弟当时来当走吼。迄门啦拍开，走跟那飞啦。所以创世纪45章第4节，说来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，做伙来读来。约瑟佮甲伊的兄弟讲：较晚来，我食咧，因就活去。伊讲：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未来埃及的约瑟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约瑟头一句话就直接饲着因兄哥心内底迄个情啦。第一句就答应讲，我知影，我迄时阵互你买来，我毋是拢无去啊，我毋是拢放袂去一咯。总是伊头一句话虽然指出伊的兄哥的罪，总是也是要互即群兄哥相信伊是约瑟。因为这项代志只有伊甲伊的兄哥知尔，对无？这项代志只有伊甲伊的兄哥知尔，无人知。总是真明显，约瑟对头到尾拢毋捌袂记这项代志。当然，这无可能放袂记一啦，无可能放袂记一。创世纪45章第5节，说落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毋免因为被我来遮心艰苦自责，这是上帝派我代成恁来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总是毋通家己责备家己。伫遮其实出现伫这个整段约瑟故事内底，上关键的一个名词，也是上关键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这就是上帝奥秘的行动，找我代成恁来，为着要保存咱大家的性命，咱一家的性命。马丁路德伫伊的讲道内底讲到这段的时阵，提醒咱，伊讲当约瑟咧自我表明的时阵，伊并无用埃及王予伊的名。咱也知影埃及王予伊一个名对无？迄个名我真长，我嘛讲袂出来吼，直接读袂出来。好，是用伊本来的名。伊讲我是约瑟，什么意思？就代表伊是上帝加天的迄位。千万毋通袂记住约瑟这个名的意思哦。我讲约瑟这个名，跟咱台湾名添丁啦。加天，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加天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讲我就是上帝加天的迄位。虽然伊的兄哥真想讲要将这个加天的小弟啦杀掉，总是真明显上帝加天的无人会当弃绝，无人会当互伊无去。只要是上帝加天的，相时。更较要紧的是，创世纪45章第62所讲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打期远已经2年，也有5年未当正做，无通修成，就亲像真多年了后，上帝托先知以赛亚一群受领的百姓安尼讲。创世纪以赛亚书第41章第90到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是我对地的极头带来，对上远的角落调来。我有对你讲，你是我的仆人，唔免惊，我不是甲你同在，唔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，
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赞你，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我相信咱的生命内底有真侪惊吓，咱会惊家己过去的罪，互人逼空。隐藏迄个过去的罪，互人逼空，也是互人表明出来。咱会惊受邀受苦，咱甚至嘛会惊家己体内是毋是有隐藏的病，咱会惊无确定的明仔。总是约瑟真明确咧宣告讲：恁爱知现在这个饥荒才2冬尔，咱一直想讲这个饥荒1冬2冬安尼就够吧？叫约瑟讲无，未来还有5冬。所以创世纪45章第7节，约瑟的话阁刷落去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派我带领恁来，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。搁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我相信，伫约瑟逐工咧受苦受难的日子内底，有可能逐工拢咧想讲：啊，是安怎上帝要将伊带来埃及？是安那伊逐工拢爱忍受这个苦难？我相信，这个是安怎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一定时常伫伊的心内底一直在想。后来，当伊真好运，咱爱知影，伊互人提升做宰相，毋是伊讲偌厚呢，无呢。我感觉是好运呢，真好运，坐着高官位。当伊看到伊的兄哥对迦南来求讨粮食的时，伊迄时才清楚知影，原来是迄位稳重的上帝找伊先来，要爱留落存落来的百姓。这其实是原文内底一个真特别特殊的名词。这个特殊的名词，伫上帝百姓内底是专门来指遐对大困难的内底活落来的人。安尼叫做存落来的人，就是伫战争内底，伫病痛内底，伫苦难内底活落来的人。做伙来读《创世纪》44章13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拍摄，接下去来。来，咱来看第8章吼，45节45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看起来，派我来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阁互我成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国。找我来是上主伫约瑟的话内底重复3遍。迄个过去，互人看做已经死的人，活转头，成做以色列得到拯救、得到恩赦的关键。所以约瑟到这时阵开始明白，原来这就是上帝提升伊坐大位、掌大权的原因。近代旧约的学者也安尼认为，这叫做创世纪要紧的主题，因为这字存落来的百姓，我只会当。这一字尔吼，村落来百姓，这字凸显出叫做拯救这个主题。就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以赛亚书第10章第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伫迄日，以色列所存的子民，雅各的后代，死无了的人。袂过去倚靠结因的人，因要坚定倚靠上主以色列诚信的上帝。
古早台湾有一个名称叫做苦麦了，可能爱有一点仔年纪的人较知影，苦麦了。伫遮台湾讲有一个人死袂了，死无去，对无？这第积极的意思吼，苦会当一直经历了，你阁会当坚持伫迄个所在。死嘛共款，死无法度赢过人。实际上，这嘛算做是约瑟性命的迄个写照。上时这个苦，这个死无去的人，上帝使用伊，互伊保全以色列全家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即群兄弟计划，因是将约瑟卖去到埃及买来除掉。总是加尔文是安尼对咱讲，上帝对天看就否决因的计划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对搁较看的角度来讲，约瑟甲伊的兄弟不过是上帝伟大计划的一小块。即群兄哥虽然出对万分，总是上帝却高举约瑟，成做伊人民人的记号。创世纪45章第9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赶紧去甲老爸讲，你的囝约瑟安尼讲。上帝互我做埃及的宰相，请落来我遮，毋通延迟。约瑟只是即群兄哥爱转去雅各所住的所在，台讲，约瑟现在已经有全埃及的荣耀。创世纪45章第10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，甲牛群、羊群。一切所为，拢通来住伫离我无偌远的高山地区。咱来知影，饥荒也未煞进前，只有住伫甲约瑟三郡的所在，才会当得到活。听有意思吼？爱甲约瑟住较近的所在，才会当活。创世纪45章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我要伫遐奉待你，因为也有5年的饥荒，才免你甲全家以及一切所为歹过日。和合本是来翻译做，才免你甲你一切拢死，拢死着搁较绝对。这和合本的翻译吼。咱来知，留伫迦南阁有5年的饥荒，恐惊只有死无毋对。总是。咱来知影，伫即段要求内底，要吩咐即群兄弟将这个话带互雅各，并无容易，因为要达雅各报告好消息的上时，嘛需要交代歹消息，就是因爱伊的老爸承认家己的罪。因得到啥物罪？因卖家己的兄弟哥，打老爸讲白贼，但毋是咧。伊要讲即段话进前，报告这消息进前，因爱坦白讲，但伊的老爸讲，阮卖阮亲小弟啊。然后阮搁家己，我搁讲白贼，对你讲白贼。虽然为难，总是犹原爱面对，因为公开的认罪，有时是弥补这个人甲人中间关系劣行要紧的步调。虽然认罪无的确会当得到赦免，咱来知影，所有认罪的人无的确有法度互人来原谅，无的确。总是这是处理咱生命中过去的罪唯一的路径。创世纪45章13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
约瑟阁讲：当恁甲小弟便雅悯拢有亲目看着我，阁甲我讲话。当即群兄哥对迦南来埃及买粮食的时，约瑟会当有两个决定。第一个决定，就将过去拢放袂记进，就亲像伊和伊的大汉囝马拉西。马拉西原文的意思叫做放袂记进，所以伊会当将一切过去拢放袂记进。对伊厝内底的人、所听的人的生死，拢无敌意，公事公办。伊会当安尼做，伊阁会当报冤仇。加倍来奉还以前伊的兄哥安尼对待因，所以伊不管将伊的兄哥掠起来关，还是处因的死，因的性命拢伫伊的手头。总是约瑟并无选择安尼，伊无选择规气来放互袂记进，甲因保持距离较要紧。伊嘛无选择用报冤仇来苦毒因、怨恨因。约瑟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虽然约瑟经历过迄个苦袂了、死袂去的迄个过程，总是相信是上帝互约瑟的心搬过迄个冤仇加苦毒。上帝互约瑟的心有出现稳定加慈悲。总是当然，伊一开始就会当直接表明伊的身份。总是若安尼，啥物人会不服咧？咱爱知影维持一个家庭的基础是听，毋是照着我今仔日的权威甲身份来的。透过安尼强迫你讲，你爱听我的，听有意思吼？要维持一个家庭，也是正做一个家庭的。咱今仔讲通哭，台湾话讲通哭，其实是听，毋是我照着我即摆有我少年、我地位、我有权威，我命令你，你来听我的，安尼来，毋是哦。所以充满智慧，约瑟知影这点，总是伊免知影了解伊的兄哥现在的心境咧，所以伊就扮演一个欢喜欢乐。咱来知影，伊是一个欢喜欢乐的宰相，对吧？一群对因做好的，对吧？一群搁来掠起来，来恐吓，所以伊就扮演一个欢喜欢乐的宰相，并且指明爱雅各伊看做心头肉的便雅悯，就爱指明，就爱伊一定爱来埃及。咱爱知影这项代志是异地，因为对其他的囝来讲，伫雅各的心内底，搁那亲像约瑟甲便雅悯是伊的囝，剩的囝拢毋是啊。咱爱知影这项代志哦，清楚知影这项代志。这项代志，雅各的偏心也直接造成约瑟的不幸，所以约瑟对伊的老爸开一个药方，要医治伊的老爸，就是毋望雅各会当放下便雅悯，通得到所有的囝，包括约瑟。听有意思吼？这是约瑟开出来的药方，对伊的老爸，毋望会当得到所有的囝，包括约瑟。创世纪45章13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恁着将我伫埃及一切阳光，甲恁所看到的事，拢甲老爸讲，搁着赶紧接老爸来我遮。然后约瑟开互伊的兄哥的药方，是一个无公平的听甲对待。咱来知影，这世间不管是毋是兄弟，拢共款，绝对就是兄弟嘛有
无公平啦，因为成长的过程，包括咱食头路、趁偌济，一定会无共款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即群兄弟伫原来的家庭得到老爸迄个无公平的疼，所以当因来到埃及，就是伫饥荒的内底，约瑟伫迄个宴席中真大班，就互便雅悯5倍的分量，这叫做无公平的疼。总是来到约瑟雕工设计伫便雅悯伊的皮袋仔内底有一个银酒杯，这个银酒杯的试验内底，伊去看到即群兄弟的改变。即群兄弟毋愿放弃伊上细汉的小弟便雅悯，因愿意做伙转来，发现了因就做伙转来，毋是放便雅悯一人孤单转来。然后，迄个捌主张卖约瑟的犹大，他阁愿意放下家己来认罪，代替便雅悯留伫埃及。这种高贵的情操甲伟大的请求，才换来约瑟伫这个所在将伊所有的面具来放下，然后甲因三人。创世纪45章14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讲煞。便雅悯嘛趴伫约瑟的颔棍蹄口。人是安怎会流目屎？其实目屎是人甲人中间情绪，不管是咱情绪的表达，总是当咱开始流目屎，亲像嘛会感染到别人开始流目屎。总是伫上帝的眼中，目屎往往代表咱心碎的时，就亲像约瑟即时的流目屎。约瑟即时的流目屎，就亲像诗人向上帝的祈祷。诗篇第56篇第8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的悲伤，你有记录，求你将我的目屎收伫你的皮地，才会减无拢记伫你的册。所以对诗人来讲，诗人咧对咱讲，其实流目屎有时会当带予咱医治甲安慰，就亲像诗人的相信，上帝会将人每一遍所流的目屎记伫伊的册，这是诗人的想象啦。诗人想象讲，上帝拢有一本细本册吼，随时咧记录，其实无啦，上帝只有会记录咱流目屎的事。安尼代表啥？上帝看重咱每一遍的心碎，以至于想要牵咱的手行过迄个上痛苦的时。创世纪45章15节，说来安尼讲，上尾即节吼，上尾即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约瑟佮加兄哥3针，男得好。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。咱爱知影对约瑟讲我是约瑟，开始因就惊甲讲袂出话啊。一直到15节，因才伫迄个惊吓内底清醒，到迄时才讲会出话。所以因即时会相揽，互人联想起雅各甲以扫的见面。创世纪33章第4节，总是咱爱知影雅各甲以扫伊的兄哥。毋捌真正联合，迄时阵嘛毋是真心的和解，因为当伊的兄哥讲无咱做伙行，要是讲你先行，我对你后壁。咱看伊的行动就知影，迄时因并无真心的和解。伫迄边的兄弟见面的内底，
因中间犹原充满无信任甲欺骗。总是伫遮真无共，伫遮是即群兄弟全新的开始。1981年，南非的行政首都，一个真矮黑人牧师，面对伊面前5位审查小组的白人，安尼讲：伊讲恁白人将圣经互阮，打阮黑人现在爱认真读伊。我要对恁讲，恁过去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，不管恁安怎称伊，拢是邪恶、反基督、反圣经的。假使有人讲我讲毋对，那安尼我只好将圣经烧掉，无搁做基督徒。这是一个牧师哦，黑人的牧师所讲的。这黑人牧师后来做南非的圣公会大主教，叫做图图，伊叫做图图主教。图图主教甲曼德拉两人后来联手，就成做南非行过迄个转型正义要紧的杀手、推手啊，推手。1984年，图图主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1984年，1986年，伊成做圣公会开普敦的大主教，这是南非上要紧圣公会上大的主教。1994年，曼德拉当选总统，伊邀请图图来担任真相甲和解委员会主席，为着要调查伫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面所侵犯人权的行为。所以当时因是邀请这个受害者甲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个委员会，然后当场讲出因的故事，然后录影。所以迄是伫南非是大轰动的代志，因为迄是电视转播的。咱来知影，当场讲出因性命的痛苦，真相是痛苦的。所以伫委员会召开的期间，往往出席的受害者或是家属，当因讲到因互人刑求，或是因去互人带去看因的亲人，因所疼的人，迄个规身躯互人拔掉，甚至是剩一支骹、一支手的尸体的时阵，迄款痛苦，因讲到遐的时阵，遐的时刻，拢会啼哭到讲袂落去。所以拄拄拢会找到适当的话来安慰这个受难者。伫一边讲这个伊性命故事了后，有暂时的休困，然后拄拄用一个 solo 一个独唱来开始重新开始迄个委员会。伊安尼唱，伊讲：阮到底做啥物？阮到底做啥物？阮唯一会做是阮皮肤的色地。所以伫迄天下早起时，拄拄用伊的歌声咧solo的时阵，全场拢目屎流落来，包括看到即部的电视的观众。咱来知影，真相不只是历史，有当时真相是更较痛苦的记忆。和解不只是政治的手段甲行为，和解上时是对罪恶、道德甲人性的反省、安慰甲提升。所以，拄拄将迄段经历，就是伊做真相甲和解委员会主席的迄段经历，写做一本册。这伫台湾嘛有翻译，1999年翻译做《无赦免就无未来，无未来，无赦免就无未来》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
圣经咧对咱讲一项要紧的代志，完全无道理的偏见，会当互真水、互相信任、亲人的关系，上随时就变做地狱。这就是约瑟一开始的经历，完全无道理的偏见，上时同款哦。完全无限制的权力，咱若手有权，会当掌握别人的生死，就亲像后来约瑟同款。完全无限制的权力，会当带来恐怖的后果，就亲像这边应该是昨暗时吧，南韩的总统互人罢免。迄就是大家拢做伙想起伫南韩戒严时期的恐怖。我相信伫台湾，咱若捌经过台湾戒严时期的，咱嘛无想要搁戒严啊。同款哦，同款。所以刚才约瑟甲伊的兄弟，因中间有上帝。刚才约瑟是信上帝的人。加在因的兄弟知有上帝。保罗是安尼讲，哥林多后书第5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通过的基督，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无搁追究因的罪过，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。我要逐大家讲。咱要赦免人，真正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无遐简单啦。我讲的，牧师讲一两讲到，咱就有法度赦免遐会得罪咱的人哦。我袂遐天真，感觉讲有法度。赦免对头到尾拢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总是真正的赦免是咱愿意去选择，无可互过去。对咱一直伤害、一直折磨，真正赦免是赦免家己啦。咱若真正愿意赦免人，那安尼，咱会当对迄个赦免来得到投放。总是这嘛，只有处理过去尔，更较要紧的是过好。所以伫新约内底，这个过好是一个关键。也是咱刷落去，伫明年度咱会读罗马书一个真要紧的关键。什么会是过好？咱若想起，假使连上帝嘛愿意无追究咱的罪，咱how有啥物道理无赦免呢？总是这确实是困难的功课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咱的性命。学到这项代志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这个人真固执，你知阮这个人有罪性甲有限，阮有真固执的念头，所以阮真无容易赦免人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帮助阮知上帝你的听。已经赢过阮，帮助阮知，阮若无赦免，阮就找无阮的未来，因为阮一直会互过去所捆绑。求上帝引带赦免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